玫瑰痤瘡大爆發，塊面紅腫、痕癢，甚至流晒黃色嘅透明組織液。呢個時候咧，你仲用清水或者蒸餾水去抹去濕敷，嗱，千祈唔好啊！分分鐘咧越敷越爛啦。根據咧英國皮膚病學雜誌關於濕敷療法嘅研究啊，原來當皮膚屏障崩潰流黃水嘅時候咧，皮膚嘅細胞已經處於極度嘅脆弱狀態啦。嗱，如果你用清水敷面啦，因為咧清水嘅滲透壓力係低過人體嘅細胞，咁水分咧就會瘋狂湧翻入去受損細胞，導致細胞水腫，甚至咧係脹破咗，加劇發炎同埋疼痛啊！真正嘅急救方法咧就係去藥房買支0.9嘅生理鹽水，因為咧佢嘅鹽分濃度同人體嘅體液咧係完全一樣嘅，醫學上咧就叫做等滲透壓啦。嗱，用佢洗面同埋敷面咧，就可以好溫和咁咧，同啲組織液咧混和，透過紗布將過多嘅黃水咧吸翻出嚟啦，達到咧安全收斂傷口嘅效果，而且咧完全唔會刺激到皮膚。嗱，下次你塊面出事嘅時候咧，記得去藥房買支生理鹽水做急救啦。我係你皮膚炎症專家 Ada， 如果咧你都有玫瑰痤瘡或者塊面反覆有發炎嘅問題嘅話咧，即刻留言或者咧 inbox我，等我救翻你塊面啦。